们全部都会拿到7个 OA 吗？都是第一志愿。我们也是哎。啊，那直接平手吧。好啊。哇，就这样哦，快聊片。哦。哦，还很厉害耶。这样得没做的。很久没有翻蛋的我。 为什么爱聊流量版？都会变熊啊！这个特色啊！一定有哎吗？用出来，第一用变熊都可以骗，第一用变熊哎。所以董富康没有做披萨，不能不看音选。对呀，是修车有送披萨吗？修车送走轮胎啊！我们就是那个客家鲜肉大汤圆。我超爱耶！是比一般还要大。他给他开半眼。美国 size。 他 L 啦。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係民族，係中白跳。今天我來到新竹也到畢業啦。係啊，新北哦，其實哦，佢發展全境凍球咧，所以來到呢一度，除咗在看到凍到嘅古蹟啦，還有凍到嘅觀光啊、農場啊，哎呦，啷個講，每一些部分啊，最擅長咧。啊哈，對吧？我們來一個小比賽，好啊。馬上先來。學姐，當然睇下要上到蜜粉咯。係呐，還有板跳啊。哦，係咩啊？板跳，還有鹹臭啊，還有起餅，還有副鹽呢。水梨有冇？啊冇啊。我其實朋友全經凍到哈，鹹血、甜血都有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啊子龍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子龍。啊，兩個好，大家嚟分享到係盧準炳盧師傅，大家好。 先來分享到鳳珠嘅沉水站咯，鳳珠沉水站呢係來自富橋嘅鼓手啊，分享到靜雯啊、修正記。哎呀！哇，感情動好哦。今天是不是好？還穿姐妹裝哦，很漂亮哎。係呐，看一下兩下哈，均緊張係真正的姐妹哦，幸福感母女檔葉鳳梅、周雨妍。 哇！你一片咪從姊妹咯，很美。嗯。哦，真嘅新中安影比較保鮮哈。哎，對。對啊。水煙常吃比較多。哈哈哈。來，先冷風坤呐，鳳吹還在緊張嗎？沒有了吧？好，請問一下富橋有冇間好高好食好料誒？富橋咧嚇路街還有北角咧咪當有名啦。啊，嗰度邊有冇間？啲北角是呢人嘅歷史啊。哦，古蹟之處誒。 建築老建築，老建築，順後沒有路幾好哦，是嗎？老街可以逛。對，所以昨天看到下頭版先發的，因為跟外顯嘅巴洛克的這種建築。哦。先來老大家紹介一下，新埔呢一島我紹介係哪一隻？新埔農場。啊，有名。周家莊。周家莊。做乜嘅很有名咯？因為佢係觀光，當年來。 就生產個現場哦，啊，糖果個地位都還有 DIY 哦，有 DIY。全台灣體驗呢係主要嘅現場，做一個主題嘅農場。今年上班來探班嘅時節啦，有帶個現場嘅冰淇淋誒，現場沒走一走冰淇淋，超好吃，而且現場吃會瘦。來10斤給我定下來，你就去給他定。哎，韓國跟地位都沒有用鮮渣種來取弱，手動作變法啦。哦，佢整個農站就來到新埔嘅時節。 千萬種的甜餅體嘅一個朱家莊農場咯，好，超級嘅好料嘅，好食嘅好搞嘅哦，先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特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等拓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，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 一家之主用下來吃好菜咯。來到新埔家頭前，你沒講到都要菜體有按多好食的東西，冰箱地都有乜嘅呢？可能冇按到啦。我都試驗一下，到底希望有乜嘅？希望有榴蓮啊，哈。沒有，在泰國。哦，來咯。來。哦，提住紅燒雞條，應該最後係黃金泡菜，然後你係在用那種鹽酥雞店喎有誒。 然後係白肉嘅苦瓜、豉汁雞卵，還有蝦母。哦，然後就會做早餐。然後係水餃，你係浪孔嘅。然後係這個是大陸妹。哦，這個
这个推分跟最好诶，鸭血臭豆腐，还有俩早餐店，唔系早餐，青州小菜为有诶，土豆免劲，咖喱块，香美，你啊，越南春卷皮。好，有按钮按到好食材，睇下这头脑起来吃上困呐。不过在我们猜拳之前，你先来进行小组讨论。春卷可以包一度毛漫感蛋，如果有拿到蛋，乱洗啊，然后如果有拿到苦瓜刨丝来凉拌，都得吗？你都得。春卷皮包蛋丝苦瓜，蛋丝苦瓜丝，然后泡菜，鸭血豆腐。哦，你没好写的哦，还有诶，还有蛋黄。韩国嘅泡菜啊，你有煮痛呀，还是煮嘛？板痛。哦，板痛，还有嘞。面筋捞嘅青菜。哦，大肚妹。春卷皮蛋，过来火腿，过来苦瓜。好，对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煮咖喱饺。可以啊，咖喱煎饺。好，来，我集气一下，来，加油！你应该更加用红梅头更为强咯。对，因为黄金泡菜的味道，那个阿峰炸有梅头。我原来的意思是讲，跟面筋、头带跟青菜啊不面单做2盘。你做对啦。咁做对。来。好，哎呀，冇问题，收半眼，来收到3。好，1、2、3，以後加油啦！1、2、3，加油！我首先排出第1棒。哎，你有排出係語言。來，往前站一點，來。準備好嗎？來，剪刀石頭布。Yes！ 剛才打工一小天才。要嗎？該你大聲講出來，我幫你拿。辣。春卷蛋，好。來，然後哦。春卷皮。你做得快。耶！好，唔係因為完全冇重複來，語言請就位。語言我嘛該。大陸沒有。我們本來也要這個啊，讓你。確定？對啊。好聽。麻辣鴨血。讓你們啦。麻辣鴨血。謝謝。好啦，先轉來。來第2棒請就位。好。剪刀石頭布。耶！波美姐来，黄金泡菜。这个有点发酵过头喽。啊，哪好选？那就嘞，面筋。好，谢谢。你要买给我帮你拿。来拿副瓜哈姆对不对？火腿哈。耶，哈姆副瓜好和平的一组。你们全部都会拿到7嘎 O A 吗？都是第1志愿。我们也是那直接平手吧。好啊。好了，太好了，你都拿到7嘎 O A 同時，對不對？先兩門款呐，風吹啊邊啊上可以卡台有修正機會響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咯！好，來睇看一下藍水的鴉片哦，母女檔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中吹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比賽咯。會啦，我們的靜雯姐總會煮出來呢。係喏。人講你用啥都會殺佢嘅子宮，係冇？嘿。煮菜本大家學。糖造2.0。糖造2.0。哦。有冇有鼓手嘅感情暗號嘅喏？啊。我先都見了。暗號哦。他們今天很緊張，完全聽不到別的話，關於料理之外的話。所以你家下討論嘅戰術用苦瓜做埋嘅料理喏。爆春卷。哎呦！做嘛還會苦瓜咧？口感，所以用苦瓜來烘過了後，等來爆嗬。該感覺口感會較好啊。哈姆沒有爆到地不會毒哈。嘿。而且我跟你們說，我們當家就有想法唄。一開始呢不用師傅特別指導，他們就馬上有想法，看起來是料理廚師等級哈。修整劑，修整劑很緊張哦。很緊張。修整劑有做 apple 嘛？有，做 apple 啊。生太好嘞。哦，不可能。講乜嘅？算得太學啊。係啊。
长得这么袖珍美丽耶！哎，你俩美容贴嘞？这个你看看，它加精神呐。哦，苦瓜底下嘅腐梅，為落去照下人，又係照下湯麼？暢通哦，要通過啊！所以呢度係度虎口嘅泥豆啊？湖南村，羅富橋啦，羅富橋，順湖羅富橋係。咁樣馬啥嚟報名嘅咧？我沙溪歷史總夫人介紹。哦，咩係呢兩隻？馬啥樹你較好？記啦，兩記哦。哦，大家就知道了哈。啊，為到你家比賽要做埋準備嗎？冇咧，冇啊！我叫阿姨買新衫。又連續做披薩啦。哦。你先預告等下的東西啊。做披薩。去練啊。我通常出隻豆轉最好誒。但出隻豆係一個水燈，我用在豆轉來做嘅啊。哇，又這樣哦，看兩片。哦。哦，還很厲害耶。醬店冇做嘅，很久沒有翻蛋的我。好，我們等下勾豆轉來，你們再準備一下。藍隊快不行了。冇啦，冇愛用頭。為什麼我來兩百都會變強啊？兩樣菜啊！先有嗎？兩樣菜啊！第一樣變強都幾片，第二樣變強嘅。冇送飯啊！你不是送過班？太好了吧？對啊。你忙是送過班？所以你這個是那個地拖寶寶嗎？凤梅姐，哎，你好。韓國你凍為主哦。冇了，我們這個先要爆香。什麼叫先別用咯？這兩個才好吃啊。很好吃。啊，你們要做乜嘅？係啊。先要做那個這個黃金泡菜跟麻辣鴨血。所以等一下你兩號加起來。哎，因為暗號叫你老妹叫下來，唔聽唔來嘅。哎，係你報名也係人家冇要報名嘅。伊報名哎。那語言因為暗號叫你同媽媽強下來咯。嘿，就聽到資訊就想說媽媽愛料理。對。他只要料理出來的食物啊，大家都說好吃，他就很開心了。大家都會都按鈕啦。但是媽媽煮嘛該清好食，都好吃，都好食哦。但是你們店裡，你們的那個店面有招牌啊？我們就是那個客家鮮肉大湯圓。哇！我超愛，而且是比一般還要大個，太扮演，美國 size 的。XXL 啦。等一下，別樣係味道，等下黃金泡菜，還有這個臭豆腐。要起鍋了嗎？所以這個要煮痛，然後拿來炒啊。那現在就可以放進來了，因為別香別好嘞。哎呦，其實這家不用嗎？可以啊。哦，注意哦。哎。哦。莫打手所以衝一下水啊。味道會改變哦。哎，其實你凍好些嘞，我很喜歡麻辣臭豆腐裡面的那個鹹菜。好像少了鹹菜就少用。差東多哈。有一張米絲啊。我沒有吃過，那個阿峰出天婦地都給泡菜耶。韓國是不喜歡嗎？歡喜那個泡菜泡得久，但是黃金嘛泡菜提就白。哦。有啦，永遠不用。我們的創意。好，那先問語言好了，道菜這樣。兩出菜哦。我要做兩樣菜啊。係啊。好，你哋都做一下，大家都進來哦，哈。好，謝謝你。太熱了哈。對啊，哎，所以全部係切絲係嘛？等下卵尾有切絲。係。哦，你看苦瓜變咗團咧。對啊，跟苦瓜係嘛意思？你有半糖了哈。很像那個外爆炒一爆那個。給它給醃糟了。對啊。醃糟了以後，給它再滷米絲咯。哦。你還好爆啦。你用啥有參加過比賽有嗎？冇啦，第一擺所以還會強多。今天是你人生第一擺比賽。對啊。第一擺獻給一家之主。冇啦。可是我聽說他有參加虎口之花選美比賽呢。有冇選美比賽？在做夢啊！在做夢。快有冇做夢？哎，啊你等一下嘅梅頭係嘛嘅？主味是蛤蟆。哦，姐姐，我覺得你做菜的方式有早餐店老闆娘的架勢。對啊，你有嘛個原本的主業嗎？冇退休之，你冇上班啊？你不是上過班？太好了吧？對啊。你忙是上過班？誒。所以你是那個地拖寶寶嗎？呢個調羹用。乜嘅調羹用啊？冇啦，咁我看可以揸蛇修理廠吊車。吊車。係。
汽车啦，汽车球场，对对。里面有力调一点好了。对，不要变强了，慢慢的变。再降。修整剂啊，你该不会是100次都给煮的出来吧？真的。还因为肠胃不强。长照中心维修啦，长照一个都加速度啦。长照每天。他们长照中心煮不应该是。哎呀，煮不应该，他去赶没会吃生了。应该不会啦。没有长照星期拜日到拜五就是煮不应该啦。哦。该专门那一年。哦。哇，这个火腿活芡真的是活的。按料一边啊。那个来讲哎，那个给它放中间就好。其实火腿肉卵本身是冻活血的，火腿蛋吐司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知道给春卷要用的包吗？而且金水，哎呀，有该准备好了。哦，有了。哦，狂好了。一下就好味哦。切卵丝。按口牌做生理的时节咯，系让人老公穷下做。对呀。那你今天要跟老公告白吗？对呀，来电视机讲一下。对啊，老公是前面那一位吗？他正在家里赚钱，弄传千呢。哦，在家里赚钱呢。俺你3风吹了，准备好嘞。来，我看你怎么包一下，我就放心了。哪一个？一个。金，每一个角度要跑的，而且有。对了，走对了，这好。两面尾吗？可以喽。可以的。当太师你它不好包哦。包来。平时会发生嘛事情哦？会黏。哦。因为了黏到整边蛋糕，一来就烂特安尼。哦。太干也不行，太干会裂掉了。太干会裂特。其实太干哈，你就不用等一下，你就会黏的。而且今天这么热嘛哈，1秒钟就干了。要调味吗？要不要加个胡椒粉？不要，该又不用胡椒。我觉得这个好吃。对，两边要收口，两边要收口。对。哇，这已经冻不会爆呢。有太试一次的哈。哎，你还讲你讲乜盖都会好啊？这样要煎过吗？不要拿你的。这种皮不用，另外一种黄色的越南春卷皮是要炸的，煎过。有2种。拿起来。哦，对。好，你说的。好。啊，对，先不给你走哈哈。不用啦，我们这样放心，我们这样可以成品啦。好，我们这样好了。基本上要冇嘛问题。对啊，包漂亮就好了。好，都不会黑变的。都会给你包完，不用紧张。哇！语言有学了客家话了吗？刚才在那10分钟，又够少了。你自家名不念吗？自家名？不会啦，改过名字。哦，那原本的会念吗？有，原本叫做周家伟。周家伟。对。为什么我来两百多都会变熊啊？没有，时间有停止吗？用出来，第一用变熊都可以骗，第一用变熊的。我得打开来问他看一下吗？哎呦，我懂喽。好，要盛盘。收盘了。哎呦，语言你平常都不卡会做料理吗？没诶。那你小孩吃什么？吃阿嬷煮。吃阿嬷煮的菜，不是吃阿嬷，很直接，是阿嬷怎么这选？因为他小孩刚才有来看班啊，是叫做范范吗？没范范啊，范范。哎，莫讲到神范范蛮好的哈。刚刚讲到神哦，你看去红后上哈，来你猜去用几道渣？2个啦。自己讲出来哈西抬杠。4个，7个，好幸福哦！等一下，7个就会 say 来了吗？对啊，就是4大天王哎。对啊，要凑一桌麻将，我是倒茶水的这样。打麻将的话可以考我认真，煮一台应该跟他糖哦还贵重了。对。国中2年级。还有想要再生下一胎吗？他刚刚有跟我说，刚刚你看到那个2岁的，可能没水母一家。哦。很好哦，当年就做阿婆。哎呦，又叫他带吗？你还叫他吗？有啊，就动火哦。哎，这个头哦，那是他要做花的。大家要摆盘用的吧？哦。那这个调味呢？等一下挑母鸡会两面炸哈。这里就有。哇，语言你4个小孩算蛮自立自强。对啊。所以，今日哈，让妈妈穷下做生意啊，妈妈负责了煮好澎湃，你负责了行销。哦。所以，等一下姐姐讲，大陆没有炒甜没有？这个味道也不是很甜呢。含甜的啦。哦。哎呦，贵管哦。古落去豪迈。
哎，这个好吃哎。这个应该也蛮特别的味道。嘿，真经安用讲啦，虽然看起来都是动平常的食材，但是这样的组合，老亮的组合，你去走。而且给编出2只炊，我觉得有点厉害。厉害。都会胎盘呢。好，我们就来去倒数了。好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要紫色困难体育馆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好，两区呢，真给李辉呢，各个发表的创意已经看不出原本食材的样子了哈。来，紫色困难风吹的料理，米西调的浓度好哎，纯健皮啊，这越南纯元皮的料理弄到刚刚好，唔会硬太又唔会讲太软，生唔到口感没法。这个是有 Q 度，有口感在这里。这感有满意吗？我没有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第一次。也白粥啦。哎，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冰箱里多一个什么泰式酸辣酱更好。对，台卡土地用来冻闹些腐瓜，但是他们的腐瓜该下搞什么讲哦？台卡地本土又恐腐瓜。可能很认为就先通过，没入路过，所以它的这个味道是冇马出来，少一个味道，酸甜的味道。哎，就是刚才讲泰式的这种调。好，我实实来学看蓝水两片的凉出菜。哎，唔会怪怪呢，因为就像阿姐刚才讲的，全部是辣嘅东西。风景泡菜本身含有带掉的酸，然后还有那个豆腐叶香，所以它加起来其实。正價嘅魔強嘅風味，佢一個面渣路一個泡面，用炒面當旁片吼，不卡規罐的這個土豆面筋的咖喱雞就抽的直接炒出來，吃到樣板嘞，好食，好食，它這樣的組合其實很棒，因為菜我唔是食過用面渣來煮嘅。保持嘅菜土之外，還有甜甜的味道。雨言，你媽媽好厲害哦！我們常常在家裡在玩創意啊。其實咯，兩組嘅創意部分哦，分數都當高。不過藍水兩片哦，本來驚喜度還下高一點。我倒帶師傅應用慢上咧，大家來看哦。倒帶師傅上拍片用版呢，先來請你 Kitty Dragon 啊，自動師傅搶本分數。哦，風吹日本，你下搶看啊，邊個搶本分數？这小朋友一定愛死了。係啊。郭美姐啊，你根本講要現在買，冇要本好的啦。係咯，為什麼？那這一不卡制作。他沒有拒絕哦，你有發現？你下搶看啊，邊個搶本分數？藍水日本。你手，這兩個錢公平。我先講藍水那邊啊，創意上可能冇按新奇的，冇按貼配，一些建議啊，搞創意的吧可以攞臭豆腐跟鴨血嘛，出在那你找來切粒去炒，各位泡菜咩切粒，落去炒的，用生菜，用那個廣東的可以生嘛，水先洗過也去爆一三樣炒好，也兩樣炒好，就是個加面渣落去啊，可能米絲我個較冇共用啦優素菜那片呢，創意咩冇講同時做啦，因為卷它家就有做，但是我吃到較有貼配的方向係講，一個苦瓜有安尼處理過，我一般人唔會拿苦瓜來包一結，所以我做佢要加糖一條米絲又較好。但係我迄本建議人燒一隻薑的米絲，薑嘛啦、蒜頭啦，剁幼幼的，咱這位剁幼幼的，嗰個調蒜絲、糖、調油，調安尼酸鹹酸甜，安尼可能會較加分。謝謝。好，你下談看下阿邊個嘅想法。好，呢兩片哦，創意加你嘅創意，呢一片哦，對個行到幾多討論是這樣閒聊的東西，你質感沒感覺動驚嚇，但是佢做出來梅頭哦算不錯，還用驚豔的感覺。紅對了頭嘅好可惜的是感覺，是像像榮師傅講的，苦瓜跟老雞腿滷的些用到了調味下，你是有個梅頭來頭，但是會帶出好冇強龍的感覺樣嘅。好了，什麼師傅呢？本利用去建議，唔過太體來講的話，用主體館都表現得當好，個個得到1分。唔過有一部嘅無奈都係你節目嘅阿邊個，今日又帶來乜嘅好料嘅來了，太自家分享呢，聽下來看下咯。師傅出太菜。阿
阿斌讲按叫无落吼，嘿，好，今日带落来吹起来 ，ETPL 之前冇用过诶。嘿，好少看得到诶，今日该会做的是椒盐火龙果花。哎呦，火龙果嘅发，果发，哦，来，小介一下。还是穿。呀，有发，好，你个叶春做的是，他做的上学吗？麻叶豆，猪狗哦，他好选。麻叶豆吗？你好少，你知道小农又做食配。这边有啲东西是人爱讲，感觉那啲啲本来应该分享一下不同的东西。还有哪种？还有食材显色别的。哦，因为小改地波。可能你可能要切感觉口感啊，我感觉冻长嗰啲，可能是秋葵嘅感觉。哦。是咧有啲黏黏的那种感觉样因。配料的部分有个培根，好，跟还有起司，啊，你系个铺的酥炸粉。哦，唔种嘅部分，你到时系做椒盐嘅，好，要在那笋条，好了系个坚果，好，好了葱花样。哎，斌哥，如果你今天把语言教会做菜啊，你就真的赢了。哦，对啊。而且同时又要在5分钟内完成所有步骤，太难了，他直接弃权。有计时开始。师傅，我问一下，你那个花，几时人都在摘，就半夜来发，溜了打。对火龙果啊，照心跳一打走水脏哎。其实哦，我跟大家讲，它给它牛粥是对的，因为一条营养嘛，火龙果啊，它是要蔬果嘛，所以也会蔬菜类很多，基本上一串就留2个左右而已。所以大家拿来做料理的话，其实唔会打扫。哎，对。啊，你俩分种的比例就看，哦，分种的你看那通吃。我讲腌到100度腌到通吃样子做得嘞，要100度腌到通吃，代表佢第一食材都腌嚟上去，你培根，下来，剩肉，加起司，下来。培根是拿红队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才我们有借他。哎，怎么个加起司呢？等下闻下有个香味。哦。哎，如果这样捞起司弄起，等下整个会爆浆哦。会爆浆。好，你啊开始咧主厨帮忙的啊。哦，切都按 C 哦。哎，那黑我们只先切切的，是地头那个。这个其实哦，对女生很好，有果胶啊。嘛个？果胶。哦。你阿爸啱係讀到個朋友聊天講，哦，佢係被農群嘅東西嘅啫，要你啊，我咪係佢大家順手拿都不愛。哎。其實應該凍小款因為那個免醬哈，就差那個火腿。培根对，而且吃起来不会这么无聊，对不对？起司我有看过，但是培根、火腿好像还少。比较香味，因为你咧，最主要咧本身咧係兩個發，伊係係冇按有味頭，所以你要配到香味嘅東西。像你嘅泡菜啊，你想冰麥就冰麥咁嘅。哎，蜂蜜姐啊，你根本講要現在買，冇一本唔好嘅啦。黑咯，為什麼？他最一不卡吃做。他沒有拒絕哦，你有發現嗎？對啊，給他啦，斌哥。好，做得。可以啦，哈，做得麼？因為有四個筍的啊，也拄好4個3個度。其實雞排好像也有人這樣做哎。雞排有啊，感覺好好吃哈。對啊，真的。究竟哪陣都冇講過呢？當上係死咧啦。其實啊，到西倉啊，某些到超市啊。青的酥炸粉冻中鱼，某些豆腐哈，其他是面粉，好，比如说卵啊，比如说爆椒粉那样的，其他会变吧，哎呀，好浓度小哥注意一下，是做对的。所以师傅问一下哦，它的这个油一定要腌过这个，然后浮起来吗？要腌过它比较好。然后就是它炸的时候会沉下去，然后等到它浮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捞起来吗？其實是你因為唔會擔心佢要熟啊冇熟，所以要鋪一下，最主要係幫佢要切，先嚟做椒染哦，準備。哦，堅果。嗰個燒咧，直接就變下去。哦，不過而家用梅熟咧啦。哦，這綜合堅果。小哥個輕輕呢。乜解？蔥花。哎，未做得差唔多鐵條吼，鐵條啊未做得啦，因為像避風塘。哎，我跟什麼就都幹嘛寫出來就是起司吧？起司還有培根，這小朋友一定愛死了。哎呀，食火係要。哎，做生意咧賣檔好哎，真的，做得賣哦。照炒一下，好叫。所以鳳美姐他們家就很有生意頭腦。
盐酥鸡店的味道出来。对，盐酥鸡店啊。今天的盘子比较朴实无华哦，好漂亮。所以来火龙果法，除了那类铺制外，还做咧做嘛改喏？在炒牛丝，好了，来简单炒一下，先做的。哦，但是是不是电鸡肉都可以咧？其实冇法度熟咧，还要做的。哎呀，冇蛮快嘅。汉堡可以的，对，对，蛮可以的。哦，来，本台也可以下哦。哦，里面嘅椒盐火龙果花，按钮去后色喽。好，师傅呢，替白拿到节目当中哦，这个是火龙果花，好椒盐口味的，睇起来看下来吃吃看下喽。应该口感就像像那种骨头，吃了就在黏性里面好滑嫩哦，而且呢，当个起司有没有cheese啊？火锅过后有一些种嘅可以面包不是上面有一些有放cheese烤过之后那种味道，很好吃。哎，不过有唔晓唔是，我没入种，不曾有你没入种哦，地就都在变的呀。它100年中款呐，按用泡菜就做有新的变化，就像客家人的泡菜啊。大家可能看到火龍果法吼，唔會想去插機，結果佢咪做咧變做一套料理，呢個好鮮哦，睇下唔少食過吼。也好多好外酥內軟，非常的軟，不是。因為隻火龍果啊本身啊對人身體本來就當好，因為佢古味啊，所以佢今日邊個呢，攞佢拿來去炸過去炒。啊，做香味當好，尤其係夾個火腿香味落去以後，每隻口感都最地位嚟，就當融合融洽，咁啊做當好嘅料理啊，喺邊個真的很厲害。好啦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咱扮演迄個朋友不開，迄個自家不開中央嘅火龍果會把蔬果調這個花呢，做得拿來破開那咯。我頭前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碗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次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杯麵一罐了，好好變起來，連秀珍都不秀氣了，他拿出殺氣來了，碰牌了。來看啊！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寒冬瓜，我哋做假年呢？一寒年呢？還這麼漂亮顏色。寒冬瓜哦，唔驚攞去冰啦，都變成冰石沙漿啦。哦，我哋是做假年，也都變成冰。好，寒冬瓜一般大家想到什麼料理？你隨便講一個。煮啊，煮湯啊。還有乜嘅？蓋湯。椰糖還有嗎？生肉嘢。也有啊，好嗎？沒創意。我們要做什麼？你一定想唔到，我自己都沒想到。催苗都乜嘅？客家創意披薩，做披薩。對，你昨天做披薩啊？寒冬瓜，夏威夷。不知道，等下來看啊。來，這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了哈！好，加油！哦，真勁厲害。不過攬出嚟一片哦，掉出來一個東西哦，嚇到你哦。你係乜個東西？洋蔥。這個怎麼做？麥到紅蔥頭轉來用豬肉去爆，爆出來係香。但是這一個應該是你們店裡面賣那個台版莶蓉對不對？對。最招牌的拿出來，有沒有做喺菜面按到買？珍珠丸子。哦，你要偷出來都店鋪有賣嗎？有，沒有賣。有。好，那今天讓我們試看吶，然後讓生意再次爆紅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嘴呢都拿出來最厲害嘅本地我來表一下咧，馬上就要來開始比賽嘅，現場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有聲錄咧，
哎呀，珍珠丸子蹦披萨，太棒了！蹦到披萨哈，等一下去听个剧听一下，看它是要芝心的还是多起司的，对，大家都可以选呐。哎，谁准你选的？所以豆腐咖没有做披萨，不能看给你选。对呀，是修车有送披萨吗？修车送走轮胎啊！要不要再加一层 cheese？ 要，当我有。哇，真的有加 cheese，死尬天，压量不加价。感觉傅兄好奇讲，因为好像要现场擀面团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哦。哇，现场做面皮哦。嘿呀，呀，丑不你有先发购哎哈。嘿，哎，这个是哆啦 A 梦的吗？哆啦 A 梦。哇，所以等一下会做披萨的啊，应该会安用。来，秀珍姐其实听得懂。依家下未就講時間強啊！係啊，我強英勇會講時間強咯。我娘家沒帶福強。你係加過來係嗎？其實啊，款英都有給面寫出按碰牌哈，但是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係傳統嘅披薩會就會寫出呢。對啊。去死油啊！抗議啦。麵團自家就好了呀。來了。待會是一個人一隻披薩嗎？這是用切的啦啊。那你這個都會脆脆的，攤底係從哪位買來啊？跳舷呢？跳舷呢？哎呀，哪片跳舷呢？以後該烘焙店賣嘅。哦，所以豆腐咖沒有做披薩，不能不看英選。對啊，是修車有送披薩嗎？修車送走輪胎啊？修車沒。這是零件，這什麼零件？烤皮盤。又誰搶啊？而且厲害咯，哎，你做鳳梨挑醬對不對？這個是什麼？姜鳳梨嗎？我們還有不用姜鳳梨哦。哎，那個是夯凍瓜，那個啦，是夯凍瓜。那這個呢？鳳梨啊，鳳梨。哎呀，所以應該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哦，哈。好。哦，佢係2000片啊，用疊起來。哇！哦，我們這邊首先要肉，買回來的肉，先錄過嘛？有醬油跟酒放進來了。哦，所以會有。比較入味，還有薑，還有胡蘿蔔，很多香。去腥嗎？對，薑跟酒可以去腥。啊，今天我做的係珍珠丸子，我超愛吃。珍珠丸子其實係海片川口類，上海菜吧？是嗎？哦，還有馬蹄蔥，港還是港式？港式也有，上海也有。荸薺。馬蹄啦，哎。還有葱花，哦，所以應該牛然嘅雪吹凍碰牌耶。對啊，媽媽會煮語言真的可以不用煮了。對啊。你剛剛說你們也有賣這個嗎？有，因為要增加它的黏固力，我要加一些太白粉。哦，買了只東西去做個功夫吼，4000的工作貴衝豆呢。對。我們是佛心的，啊，佛系經營。對。不過今日哦，而家自助係只主菜的比賽啊，怎麼個選珍珠丸子那類做最美一貫的料理呢？珍珠丸子比較喜氣。哦。過年的時候都會就是大家一起團圓，所以它有那種跟湯圓一樣有團團圓圓的意思，然後呢又圍在一起這樣子。這個靈魂來咯。直接變肉哦。中馬黑這家冰肉耶，它太香了，你們哦受不住，忍不住加受不了，簡稱受不住。受不住。用葱吼，豆腐卡除了做，然啊還會做乜嘅？做脆包啊。吊麵你沒做對啦？脆包水麵。好，大家開始。我表演了。語言竟然是幫他媽媽帶啊！助理啦。我在想說，他到底什麼時候要開始做料理？也標準的廚助啦。對，廚助。用手較好哈。對，比較凝固。唔是一碗嘛？我都碗比碗大嘛，較好打。跟到一碗啊，台灣啊。台灣啊，啊你們較好打嘛？對。其實我記得我做了些鹹料，可以鋪在那邊披薩上吧？可以借我們一點嗎？加一些不給片的。我做安泰炸啊！冇安泰炸啦，是炸嘅。真的安泰炸會唔好鬆嘛，姐姐？黏機還會扎實係啊。對，先弄完再弄米，不然會飯會帶一些米會包進去裡面。就帶便當了。對，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好。
来，哦，来，哎，这很赞呢。也系客家客式披萨。你突然想到，假使去咸猪肉咪做得咯？可以哦。哎，我吃过。 可是我好奇咸冬瓜不用弄奶啊？这里面也有，这饼皮里面也有。哦，师傅，你们最喜欢有这种包围的感觉，不用到变皮的哦。要甘记哦。哎呀，所以你就做嘛个会想讲，哎，披萨做在那里做比赛的菜呢？而且你现在是不是要持续创意啊？因为我怕它下面会烧焦。你可以开最低温保温呢。 80是最低温是吗？关掉了，再关掉，80是最低温。对。好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气温就可以融化了？哎，对，我就是怕太。我们上面有至少，真的。这样眼睛没猛力。一个圈圈的。牙黑还臭完布，臭完布紧哎。啊，新鲜。蜜的蜜凤梨。哦。美哈美。亚美啦。嗯。 哇，很有创意吧？对啊，都嘛个冻旺系甜的，五步系咸的。把我们的料，中医的料啊，用上去啊。夏威夷披萨就会讲冇看天讲，用半夜来用啊，嗰啥一家吃就剩起放一就好。可以再包多一点。哎呀，料可能，哎，刚好就先不用起司了，哎，味道黏皮来啦。而且要不要再加一层 cheese？ 要啊要。哇，真的有加 cheese，死尬天。 压量不加价，新创做披萨咪系不用量称啊，是底下用滴滴是腌东西的，蛋糕会帮你烤帮你香。哦，那你等下蛋糕需要再用喷枪吗？不用，锅子盖着给它烤。好，所以做一打就好嘞哈。所以这样子做的嘞，差不多几多分钟呢？差不多4分钟。伊底下面皮很熟的，所以伊个蛋糕的气势很融开是做的嘞。这里料也是熟的。 好，那应该就先勾一块蓝出来哦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们蒸好了。哇，好快哦。对，可是哦，讲真嘅呢，这个功夫菜啊，我请问一下，你跟糯米我选金钩对不对？金钩跟酿到蛋糕，我整几句的这样呢？整都熟啊，整都按钮有 tail 哎，知道吗？哎，那语言。 现在你的功夫要登场，对不对？啊，摆盘行销的部分啊，哈。那干么柳丁啊？做嘛？摆盘式。哦，你上面还有？你确定要这样放吗？妈妈出手了，妈妈。你看，你有发现蹊跷吗？语言报名的，然后叫他妈妈来做菜。哦，那我这个翻一下，把那个摆进来。柳丁要先摆吗？柳丁。 柳丁好像就摆旁边啦。啊，我记得语言呐，他可能做2种菜，一下摸管，但是他很会做饼干，这件我知道。对，我们里面有看到周语言的饼干。很厉害吗？对，那是朋友的啦。我是那个汤圆是咸的，是妈妈做的，然后甜的是我做的。哦。对，我是喜欢甜点啦，但是家里没有设备。本来我说找一个舞台给你站上去。好，走了，我们去倒数了哈。好。现场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杯米馆内部卡米西卡站掉呢。好，两组呢真劲都厉害哦，而且最后一关的时候，红队没做清理了发挥客家的创意，咸冬瓜披萨冇试试过吧？系啊，睇起来给我试试看那咯。可以给分。各位吼，家嘅咸冬瓜呢，不用多下底肚里面皮，底肚都有几面咸冬瓜的米头，不是它是整个包围两个小米在里面，真的好好吃哦。有满意，有满意哈。有满意。就曾经吃到样板。有满意啊！那小姑娘还没做，嘿咩？嘿咩？平常有冇做本身哈？啊，娘一把这接很易做本身。有啊！你当什么？当我变现？当忙，很好哦。该往里有本身的冻甜，但是如果加上点咸冬瓜，咸甜可以叫它中和，没有那种死甜的感觉。有抓住味蕾。有抓住味蕾，我很下厉害，系嘛个？上面很好，珍珠丸子，珍珠丸子。哦，大家热血咯。它地北都用个冻 juicy 嘅。而且佢嘅肉嘢
本身就调味调得浓厚诶。我本来想说给干是加一些酱料，不用，完全不用。我哋快餐汤而買嘅。快餐汤，按個牛一個，佢真嘅有賣诶。哦，有賣哦。好吃好食。你看珍珠丸子哦，跟下民主美就講上人家功夫菜，像人家客家阿婆嘅手做出來，你一件事情係冇法度想象咯。客家人呢是講下圈店，就是想係生，生煮到睇起來就食得飽，又好食。對，所以出去外面都有選擇障礙。鳳美姐攞住擺唔啦，行擺希望記者咧多多來，等下就要來看下師傅用咩咧給聽咯。好，師傅呢呀都給交頭接耳哈，案情有點焦灼了哈，賽情有點焦灼。好，那就搶分數。哦，風水一分，最尾一票搶看啊，bingo！有嘛有？冇可能，兩個。風水來講好誒，風水嘅天家嘅旺利特別當好。嗰個鹹冬瓜雖然冇變當多，但是還係食得出有嘅鹹冬瓜嘅香味。好，所以我做整體搭配當好。就講有些細客店嘅就係講蛋糕嘅，唔好用噴漿來嗆一下火候嘅香味，我冇按香按嚟見咧。啊，南翠一片呢，做米絲啊就攏當好，但是可能係媽媽調緊張啊。肌肉可能大無清拉力吼，食起來安尼較冇彈性啦，所以我現在風吹，謝謝。你係創意嘅部分吼，我哋到做披薩同搭配，我哋講過以後的，我哋要特別看底下嘅部分，皮掌握你啊火候啊，你就其實算凍火，冇超火辣。一邊嗰啲梅頭春凍火，但係正常同我哋講係口感，還有東西嘅搭配，我哋講嗰啲搭配料嘅比例，我們有荸薺啊。剁嘅時，冇係講荸薺冇走去從條下而來剁啊面下而來咧，融合到橋下，咁就算係咯，冇口感嘅感覺而嚟。好啦，因為呢，我哋做個肉眼來講嘅話，吼，特sản就會做古手師傅呢，佢做得出嚟出叫乜嘅檢查啦，吼。陳夢師傅，唔過馬上我哋就來頒獎咯。恭喜大家，今日嘅比賽呢，真勁精彩。公布成績咯，馮吹得到3分，藍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馮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，謝謝。好，咱們看下藍水的一片，藍水得到係普魯士藍雙鍋煮。哎呦，好。你咩數不矮哦？好啦，因為已經凍火呀。先來問看啦吼，禮拜呢靜雯姐，老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次參加心得好冇？我感覺有啲機會參加啲創意吼，我感覺當好啦。還有機會來到你老虎橋吼，我會盡量來推銷，我都有啲啥好朋友來參加。哦，好，希望啦，謝謝大家，希望。秀珍姐問了老大家分享，她剛想說什麼，趕快結束的，沒有我了。你要拜參加啊？幾個心得樣啊？你們眼內向啊，唔曉得啦，全部給帶。內向又漂亮。唔係講。那你拜不過來嗎？好啊。那你拜兩位拿乜嘅秘密武器？轉嚟好眼叫啊！小坤呐，因為今天你們的秘密武器是決勝的關鍵哦。希望大家謝謝評審，謝謝。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哈，今天鳳梅姐，我真的可以給她鳳家新年名就按照冰箱女王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天就參加嘛感想咯，然後語言強下。今日當歡喜來到呢度參加呢個節目。但語言啦，我們也感受得到媽媽對你緊緊動腳骨。今天跟媽媽一起做菜，有嘛感受呢？很難得啦，對，平常因為廚房很小，我就不去跟她擠了。對，今天有機會可以一邊可以跟她切菜，一邊可以一起就是參與，然後呢也順便，其實我也希望能有一個管道可以把媽媽的料理推廣出去。對，所以語言其實很有心，也很用心，很孝順。媽媽辛苦了。남자。恭喜兩位今天呢發現到新譜呀菜題哦，什麼認真嘅同佢做菜，大
家都有一个好手艺，非常还讲也很会行销卖料理，就像语言一样。好了，正面呢，大家都当有收入，什么你都看下来啊，特别分享不开好米西。所以韩白希望哈所有新播啊、新做的所有朋友，也给了报名参加比赛哦。一家之主带你看下来啊，特别挑战哦。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上来了。